大埔雲福苑5級火災導致多人死傷，留低咗好多無法磨滅嘅傷痕。而廉政公署喺12月17號再次展開行動，分別拘捕咗舊法團主席鄧國權以及新主席徐滿金，兩人先後離開廉署總部，連埋早期被拘捕人士，總共係14人。為咗揭露更多真相，本台即將播放雲福苑受災住戶馮女士嘅獨家片段。當日為確保唔會影響調查進展，所以從未曝光。由馮女士親自講述被逮捕嘅兩位法團主席到底發生咗乜嘢問題。我係雲福苑宏建閣 D 座嘅住客。我嗰陣時買呢個單位嘅時候呢，佢嗰陣時係傾緊準備係大維修嘅。嗰陣時唔係現屆嘅業主立案法團嗰啲啦，再前一屆嗰啲呢，我聽嗰啲街坊就話佢哋呢應該係有黑箱作業，之前都有好多人去反對啊呢個前主席佢哋嘅做法啦，好似好多嘢都自己去做咗先嘅，自己去簽咗好多啲唔好嗰啲文件啊，好似樣嘢都唔清晰嘅。而家現屆呢個主席就有一班人咧就要推翻佢，咁就好多啲街坊咧係好激烈咁反對，同埋開咗好多次個業主立案個大法會咧，啲人都係激烈嘅，同埋嘈交嘅。同嗰個承建商嗰陣時開會嘅時候咧，即係開個大會，成個屋村開嗰個大會嘅時候咧，所謂嘅啲顧問啊，乜嘢都講到全部都係好合乎規矩啦。我哋都有問佢安唔安全㗎？你嗰啲網會唔會影響到火燭啊？佢好似全部都話係安全嘅。總言之，全部都講到佢係全部都係好嘅，肯定有啲唔好嘅嘢。之前特別第一個主席，好多人都講佢係應該就係攞咗人哋啲利益，佢先咁樣去簽咗一個咧好唔平等嘅條約出嚟，害咗我哋嘅，所以先要推翻佢嘅。咁啊諗住揾翻一個新嘅，點知呢個新嘅又好似冇乜去跟進，佢都已經簽咗啦，咁冇得改噶咯，唯有都係照做噶啦咁。簽嗰啲嘢咧係唔合乎個情理啊，個人睇到都覺得唔啱嘅，所以先去反佢嘅啫嘛。佢同埋佢呢個工程咧係冇講咩好多嗰啲理由，總之係通知你話要延期100日，但係好似我哋好似唔係幾清楚佢哋內部做緊啲乜嘢。特別而家選出嚟呢個，當時話要為我哋出頭啊，要幫我哋點樣去搞好呢個屋村嗰個主席咧，好似咧冇乜出嚟發個聲。自從選咗之後就冇乜係面對我哋啲群眾啊。馮女士嘅控訴其實只係冰山一角，新舊主席被捕，隨之而來將會有更多不為人知嘅資料紛紛曝光。但係翻查翻網上記錄，原來雲福苑大火之前，部分住戶已經發現咗好多問題。當中包括消防事宜其實關升降機承辦商乜嘢事？嗰啲屬於自費需要自行招標項目，點解唔附上表格確保大家嘅知情權？亦都有住戶提及到，公佈出嚟參與維修嘅工人數字都唔知係咪真實。招標內容亦都唔可以過度精簡，尤其是消防年檢嘅項目要跟足廉署指引。除此之外，亦都有唔少住戶提出過維修期間遇上嘅麻煩。就好似窗口嘅膠紙邊冇封好，紙皮石嘅顏色唔同咗，用發泡膠封實晒啲窗等等。呢啲看似瑣碎嘅投訴，背後都反映緊同一個核心問題。耗資成3.3億嘅大維修，到底係邊個負責監管呢？廉署拘捕新舊兩位主席之後，可能只係真相嘅開始。本台會繼續跟進。踢拉踢進香港熱話新聞，請多多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 subscribe。踢拉各社交平台支持踢拉繼續營運。